大家好，喺銅鑼灣有一間健康嘅鞋店，已經有18年歷史啦。每日都有不少嘅朋友因為關節痛嘅問題嚟揾我。我係註冊護士許姑娘，身後邊就係我工作嘅地方。最特別嘅就係喺一間零售店裏邊，有位註冊護士同你哋做 fitting，教佢哋點樣揀對健康鞋。5月8號，我會喺 BNI 早餐會有一個8分鐘嘅演說。平時嚟揾我嘅顧客，大部分都係網上搜尋到我嘅，因為佢哋會有各種唔同嘅關節嘅問題。我自己就係專注足部嘅健康。如果碰到其他關節嘅問題，我會建議佢哋找一啲更加專業嘅醫護人員作進一步嘅檢查。我特別想認識香港18區從事痛症嘅治療師，例如物理治療師、脊醫或者係中醫師。咁樣客人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可以轉介俾佢哋。希望好快可以同大家見面，一起為更多人嘅健康出分力。